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嚟緊咧會有講3集關於 Buy to Let Mortgage 嘅。咁我哋今日好榮幸可以請到 Ivan 啦，由 Cupcake Mortgage 主持嘅。Hello，你好 Hello，，Ivan。多謝 Idy 你嘅邀請。咁最近好多嘅Buy to Let 嘅 investor 咧就問我好多關於 Buy to Let 嘅問題，咁我就喺呢度有幾點啊，想一次過問下 Ivan 嘅。嗯，OK，咁第一條啦，Ivan，我對於第一次買 Buy to Let 投資英國物業嘅客人啦，其實有啲咩條件同埋你會建議佢哋準備啲咩㗎要？嗱，對於有興趣投資英國物業嘅客人呢，我哋會建議呢，首先了解一下英國唔同嘅地方嘅樓價同埋佢哋嘅租值啦，計算出一個準確嘅回報，並且了解下呢啲地方嘅樓價同埋租金嘅嗰個升值潛力嘅。咁就算同一個城市咧，都可以了解下唔同嘅地區嘅租客嘅種類啦，例如有啲中產啊，或者專業人士，又或者係一啲屬於基層嘅區域嘅。咁了解之後咧，亦都可以了解一下英國唔同嘅物業種類嘅 buy to let 業主嘅成本喎。例如有啲物業咧係需要有服務費嘅所謂嘅 service charge 或者地租嘅 ground rent 等等，呢啲開支咧都係可能係由業主去承擔嘅。呢啲開支咧係會影響咗嗰個投資回報嘅。若果研究咗以上嘅呢幾個開支之後咧，都覺得值得投資嘅話咧，可以喺一啲樓價較低、回報較高嘅地方咧，用現金買第一間嘅 buy to let。例如英國仲有好多地方都係十幾萬磅嘅物業嘅，可以嘗試下做業主嘅操作啦。OK。咁但係如果業主想由自住物業再融資啦，即係好似 remortgage 咁，攞翻啲資金出嚟投資，咁通常銀行會點樣睇呢？嗱，如果透過自住物業再按揭融資嘅話咧，同買一間物業做按揭嘅分別咧，其實唔係太大嘅。咁首先咧，申請者咧要有穩定嘅收入啦，例如有工作收入啦，或者有其他嘅租金收入啦。除咗依收入之外咧，貸款機構咧都會睇申請人嗰個家庭開支，去判斷申請人嗰個還款能力嘅。若果收入係嚟自工作嘅話咧，都要留意嗰個退休年齡。呢個年齡咧會限制咗做按揭嘅最長嘅年期嘅。而喺按揭再融資方面咧，貸款機構咧都需要了解咗申請人嘅資金嘅用途。如果筆資金咧係攞嚟做家居增值啊，或者物業投資嘅話咧，一般嘅貸款機構咧都係可以接受嘅。最後啦，當然要睇嗰個物業嘅估值啦，呢個估值咧決定咗最高嗰個借貸金額嘅。哦，OK。咁我又想問啊，Ivan，咁租金收入喺按揭審批入邊有幾重要呢？咁通常銀行又會點樣計㗎？嗱，一般嘅 buy to let 嘅按揭咧，貸款機構咧都會用一個叫做 ICR（Interest Coverage Ratio） 利息償付能力比率咧，去判斷嗰個還款能力嘅。舉個例子啊，若果一個物業嘅稅前利潤咧，即係租金收入啦，以年計係15,000磅咁計啦，而全年嘅按揭利息供款咧係1萬磅咁樣啦，咁呢個嘅 ICR 咧就係由15,000磅除以1萬磅，即係150%。一般嘅貸款機構咧都需要呢個比率咧係達到125%至到145%以上嘅。若果 ICR 可以滿足到呢個要求嘅話咧，貸款機構都會認為貸款人嘅還款能力咧係可以嘅。哦，原來咁，OK。咁如果首次嘅 buy to let 買家，按揭成數同埋利率會唔會比有經驗嘅投資者差呢？嗱，一般嘅 buy to let 嘅按揭咧，貸款機構咧都會對申請人咧有一個經驗嘅要求嘅。有啲咩經驗需要去考慮咧？例如申請人係咪一個首次嘅業主啦？所謂嘅 first time landlord，若果擁有超過1年 buy to let 經驗嘅，都唔會被視為一個 first time landlord 嘅。另外啦，申請人咧係咪自住物業嘅業主咧？本身佢係咪一個 home owner 咧？若果未能滿足上述嘅要求咧，貸款機構咧可能需要申請人提供其他嘅收入證明，例如年薪不少於25,000磅咁樣嘅。不同嘅貸款機構咧對上述嘅要求咧都有啲差異嘅。要求越嚴謹嘅貸款機構咧嘅貸款條件咧就會越好嘅。
好嘅意思，即係話可能個利率會低啲啊，LTV 即係嗰個貸款比率咧都會較高嘅。相反啦，如果對上述嘅條件越寬鬆嘅貸款機構咧，提供嘅貸款條件咧就相對係比較苛刻啦。例如嗰個利率會比較高啊，貸款嗰個比率 LTV 會比較低等等嘅。哦，OK，咁呢一條咧就好多投資者都好成日都想問噶。咁而家喺呢一個市況嗰度，究竟係用定息定係浮息會比較適合咧？咁仲埋有啲咩情況係需要特別留意㗎？嗱，選擇定息啦，或者浮息咧，都會視乎嗰個利率走向。咁若果可見嘅將來，你見到個利率係趨向上升嘅話咧，如果目前用定息咧，可以喺定息期內咧避免供款嘅上調啦。相反啦，如果利息咧有向下嘅趨勢咧，用定息咧反而唔能夠享受到減息嘅好處喎。咁但係咧，市場上嘅利率一般都係好難以即係好難去估計啊，亦都冇辦法去猜測到啊。要喺未來幾年咧準確地咧去預測呢個利率係真係相當之困難。所以咧選擇定息或者浮息咧，可以按住個人嗰個財務需要而定嘅。例如啦，喺未來幾年想唔想供樓支出即係忽高忽低咧？咁如果唔想嘅話咧，其實可以選擇定息嘅。哇，Ivan，我覺得你講到好清楚同埋好詳盡啊，真係唔該晒你。好啦，Ivan，多謝你分享晒之前嗰幾點啦，因為真係非常之清晰同埋好清楚咁樣話俾大家聽，究竟係點樣可以借呢個 Buy to Let mortgage。今日真係多謝晒你嘅分享。多謝 Idy 你嘅邀請，多謝。Thank you 晒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